Go。Come on, Jesus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是多想的话，你没有一句。你跟我惊讶的眼，你在我肩后，而让我安守在我的身上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若敞开启程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。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，右手也必扶持我。可以我有两个我在里面挣扎中。那我来 rap， 最后了吗？来翻译。想唱就不想唱，因为卡住。是你不见黑夜，却如白昼发亮。黑暗和光明，在你看都是一样。加快！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到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可畏，这是我心知道的，是我心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你的深处被联络。那时，我的心里不向你隐藏。在哪里？他不想理我们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数点，你触到我的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抓到我的神啊！你抓到我的了。你18不是吗？他唱到他的，我没看到我的了。睡前没有关系。那所以是已经错神了。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蛮好，流人血地离开我去吧。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，你的错，你必忘称你的名。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妈，攻击你的，恭敬你的，我岂不正嫌他们吗？妈，仇敌。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放慢。知道我的意念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？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来重复，从因为那里，因为
哪里有因为？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我的部分吗？仇敌也忘成你的名。哇，你要讲耶和华了，他是那个因为，结果你是因为你都不会接。我刚接了，还刚没看，我刚接了。好换哪里？耶和华一次因为好了。站起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忘生你的名。没有快要结束了，等于是重复啊。If only you would accept the weak, oh God always for me. 耶和华憎恶你的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怎么在念？我岂不嫌弃他们吗？嫌弃他们吗？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再一次。See if there is any offense in me, and lead me in the way. I feel like something.